大家好，我係 DJ 嘅 D Daniel 牧師。一般人呢經常認為佛教係一個導人向善嘅宗教，但其實呢個講法呢並唔係完全準確嘅。點解呢？因為佛呢個嘅字呢喺梵文裏頭意思係覺悟者，所以佛教本質呢係要導人覺悟，而唔係係導人向善。佛教有句話講話，佛係已經覺悟嘅眾生，眾生呢係尚未覺悟嘅佛。意思就係佛教終極目標呢，唔係話要去做好啊，而係要去覺悟。呢個概念呢係非常吻合我哋上一集嘅內容。上一集我哋講到話，佛教認為一切嘅苦難嘅根源就在於我哋冇去看破啊。佛教稱之為無明，因為人唔明白世事無常，世間無我，於是乎呢就執着於喺無常當中去尋找永恆，喺無我當中呢去尋找自我。因為呢一種嘅睇錯呢，於是乎呢就會做錯啦。我哋就做咗一啲嘅業力，無論係善嘅定係惡嘅，都會讓到我哋呢最終喺輪迴裏頭呢不斷去承受嗰啲嘅相應嘅報應。既然問題嘅根源呢唔係做錯，而係呢睇錯，咁呢一集呢，我哋就嚟睇下佛教開出嘅解藥，到底係點樣教人去打破無明、看破無常，同埋呢去終結業力嘅。佛陀為到苦難呢開出咗一個嘅藥方，叫做四聖諦，分別呢就係苦、集、滅、道。上一集講到嘅苦難嘅現象同埋原因呢，就係苦諦同埋呢集諦。而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就係目的地滅諦，同埋呢通往目的地嘅嗰個嘅道路，嗰個嘅方法就係道諦。喺佛教2000幾年嘅發展嘅裏頭，呢一個嘅解決方法呢，係發展出兩套唔同嘅處方啊。一套呢，就係注重自我解脫嘅小乘佛教，另外一套呢，係注重普度眾生嘅大乘佛教。接下嚟呢，我哋就分開嚟睇下呢兩套嘅處方。我哋首先嚟睇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嘅目標呢係非常明確嘅，就係修行者自己要脫離苦海。佢哋認為，如果自己都仲喺苦海裏頭呢，喺度浸緊嘅時候呢，係冇能力去救人哋嘅。所以第一步首先係要自救。佢哋去對付無明、無常同埋業力嘅核心戰略就叫做三無漏學，分別呢就係戒、定、慧。呢三個戰略具體展開呢，就係大家經常會聽到嘅8個戰術，就係8正道。我哋講下第一步戒先。戒呢嘅目的係要去防禦同埋止血。當人面對混亂嘅業力，第一步呢係要止血，就係停止製造新嘅問題。呢個呢就包含咗8正道裏頭嘅正語啦，即係控制語言，你唔好講大話，唔好挑撥離間，唔好惡毒去鬧人，唔好講廢話。同埋呢正業就係控制行為，唔好殺生，唔好偷嘢，唔好邪淫。第三呢就係正命啦。從事正當嘅職業，唔好以傷害人哋嘅方式去謀生。透過戒呢一步呢，佛教徒呢就約束自己，唔再種下新嘅惡業嘅種子。然後我哋就講第二步定啦。呢一步呢，主要嘅目的係專注同埋沉澱。前面講到戒呢，講嘅係行為。呢一步定呢，講嘅係思想。凡夫俗子嘅心呢，就好似一杯裝滿咗泥沙嘅水啊。當水係混濁嘅時候呢，你就睇唔得清啦。所以人呢，必須要係定落嚟，等思緒嘅泥沙沉澱，你嘅心水就會清晰啦。呢個呢，係需要修行8正道裏頭嘅正精進，就係咧停止製造壞嘅念頭，培養好嘅念頭，同埋呢正定。透過禪修，讓心念呢係高度嘅集中，達到深層嘅平靜。仲有最重要嘅係正念啊，保持一個好清晰嘅覺察力，以第三者嘅視覺，客觀嘅去觀察自己嘅身體、情緒同埋念頭嘅生滅。講到呢個嘅正念呢，我哋就要講多兩句嚇，因為呢個係佛教處理苦難嘅一個嘅重點。當佛教徒面對無常嘅打擊嚇，即係譬如係病咗啦，或者係親人嘅離世等等嘅呢啲嘅苦難嘅時候呢，
佛教就教導一個嘅心態，叫做拔除第二支箭。第一支箭呢，就係客觀嘅生理病痛同埋失去啦，呢啲係冇辦法去避免嘅無常。但係致命傷呢，往往係我哋自己射俾自己嘅第二支箭，就係我哋心裏頭會吶喊：點解係我啊？我接受唔得到啊！呢一啲嘅負面嘅思緒，佛教認為呢，呢一種心理嘅抗拒呢，先至係真正嘅苦啊！佛教徒呢，就需要用正念去回應第一支箭啦，即係當苦難嚟臨嘅時候，你唔好去期盼佢會快啲過去，因為呢個期盼佢過去嘅本身都係一種嘅焦慮。你要單純作為一個嘅旁觀者，旁觀嗰啲嘅痛喺度發生，旁觀嗰啲嘅痛呢嘅強度呢喺度變化。當你唔再同無常去對抗嘅時候呢，嗰個嘅摩擦力呢就消失啦，痛苦呢就失去咗着力點。呢一種極度嘅平靜嘅徹底接受，佛教呢就稱之為呢無生法忍。我哋講咗第一步嘅戒，講咗第二步嘅定，我哋就嚟睇第三步慧，講嘅就係洞察同埋看破。當呢個嘅心水徹底沉澱之後呢，一切就睇得清晰啦，大智慧呢就誕生啦。咁我哋嘅看破呢就喺呢度出現啦。呢個時候呢，大腦嘅認知系統就升級啦。修行者就睇清楚宇宙嘅一切都係緣起性空，都係無常嘅，都係無我嘅。而當修行者接受咗根本冇一個實體嘅我存在呢，終極大 boss 無明就被打破啦。因為究竟邊個喺度受苦呢？都冇我。究竟邊個受緊委屈呢？都冇我呢一回事。唔係話看破幻覺而係呢平靜嘅接受我自己就係一個嘅幻覺。當一個小乘佛教嘅修行者將戒定慧修到滿分嘅時候呢，佢就可以徹底斬斷煩惱啦，跟住就去到終點站涅槃啦。所有嘅煩惱就熄滅，脫離六道嘅輪迴，唔再受到生老病死嘅纏繞。呢個呢就稱為證得咗阿羅漢嘅果位。聽到呢度呢，你或者會覺得小乘佛教呢一套嘅方法都幾唔錯啊！修練好戒定慧就進入涅槃，個人嘅苦難就結束。但係呢，大乘佛教呢喺呢一個通關咗個遊戲，就準備要登出嘅最後關頭呢，提出咗一個直指靈魂嘅拷問：你自己得救咗，咁其他人呢？世界上仲有好多人喺度受苦喎。於是乎呢，就引出咗大乘佛教嘅最核心嘅特徵，就係大悲心。大乘佛教認為呢，淨係顧住自己進入涅槃呢係唔夠圓滿嘅。呢一種獨善其身嘅做法就被批評為焦芽敗種，燒焦咗嘅芽，敗壞咗嘅種子，冇辦法結出有利於眾生嘅果實。所以呢，大乘佛教嘅菩薩呢，就做咗一個驚人嘅決定，叫做留惑潤生。意思就係話佢哋明明可以涅槃噶啦，但係卻係刻意保留一啲細微嘅煩惱，拒絕立刻進入絕對嘅平靜，反而選擇重新投胎，返到充滿苦難嘅世界，同眾生同甘共苦。咁樣大乘佛教嘅菩薩喺呢一個重新投胎，不斷喺輪迴裏頭喺世間，係用乜嘢方法去修行呢？佢哋就將小乘佛教嘅戒定慧呢升級咗，成為咗六度波羅蜜。波羅蜜嘅意思呢，就係渡到去彼岸。大乘佛教有一個好顛覆嘅邏輯呢，就係佢哋要將其他嘅人作為修行嘅道場。呢一種係一種自救嘅同時，亦都救人嘅雙贏機制。當你喺物質或者精神上去救濟人哋嘅時候，呢個當然係救人啦。但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呢，你亦都同時挖走咗你自己內心嘅貪婪，咁樣就係自救啦。或者講，當你面對人哋嘅無理取鬧嘅時候，你忍耐啦，呢個當然係喺度救咗佢啦，係咪？但係當你咁樣做嘅同時呢，你亦都係粉碎咗你自己嘅執念，你自己嘅憤怒，咁就係救自己啦。
換句話嚟講呢，大乘佛教呢並唔係話唔修練戒定慧，而係話大乘佛教嘅六度波羅蜜呢，佢本身就係戒定慧。小乘佛教嘅戒定慧呢，係可以一個人呢匿埋喺深山裏頭獨自修練嘅。但係大乘佛教嘅六度波羅蜜呢，係必須要走入人群嘅，因為當你身邊冇一個缺乏物資嘅人，咁你就冇辦法去修練布施啦。當你身邊冇一個傷害你嘅人呢，你就冇辦法去修練忍辱啦。如果大家記得業力嘅規則嘅話呢，呢個時候你或者會有一個嘅疑問，就係話當呢啲嘅菩薩不斷喺世間行善救人嘅時候，難道唔會產生業力嗎？難道唔會因為佢哋做嘅善業，然後佢哋要喺輪迴裏頭要去承受翻嗰個嘅善果嗎？佛教俾出嘅答案呢，就係當菩薩喺度幫助人哋嘅時候呢，佢哋心裏頭呢要有一個般若智慧，要做到一樣嘢叫做三輪體空。分別係邊三樣嘢呢？第一樣就係無施者，冇一個高高在上嘅我喺度施恩俾人哋。第二樣呢係無受者，冇一個你欠咗我恩情嘅對象。第三呢係無施物，我哋唔再睇執着自己究竟係付出咗幾多錢、幾多嘅時間、幾多嘅心機。所以呢，兩者嘅區別呢就在於，當一個人帶住執着去行善呢，就好似行喺沙灘上面啦，你好用力去行善嘅時候，你就好用力咁樣留低咗深深嘅業力嘅腳印。於是乎，輪迴嘅海浪呢，遲早就會順住你嘅腳印呢，將你捲翻去個苦海嗰度呢，去繼續承受嗰啲嘅善報惡報。而唔帶住執着嘅行善呢，就係頭先所講到嘅三輪體空，就好似一隻雀仔媽媽擔住條蟲飛過天空，帶翻去雀巢餵自己隻 BB。佢實質上係施予咗一啲嘅幫助，一啲嘅救助，但係呢，佢係冇喺天空呢留下任何嘅痕跡，因為冇痕跡呢，業力嘅網呢就捉佢唔到啦。所以我哋嚟對比一下呢兩條路徑嘅終點啊。小乘佛教呢係重在智慧，唔需要喺人群裏頭去積累功德，只要有打破無明嘅智慧就夠啦。大乘佛教呢就認為呢，小乘佛教呢一種嘅涅槃呢，就好似將裝過一啲嘅蒜頭嘅樽呢倒空咗佢。雖然嗰啲嘅蒜頭呢係唔見晒啦，煩惱冇晒啦，苦難都冇晒啦，但係嗰個樽裏頭仲有嗰陣嘅蒜頭嘅氣味啊！所以大乘佛教嘅菩薩咧就必須不停嘅翻到去輪迴嗰度，喺呢個救人嘅過程中咧，唔單止係倒走嗰啲嘅蒜頭，仲要係咧清除嗰啲嘅氣味。咁就相當於話咧，大乘佛教喺度培養小乘佛教都會培養嘅嗰個可以打破無明嘅智慧之餘咧，大乘佛教咧仲要去積累小乘佛教冇積累到嘅功德。所以小乘佛教嘅終點咧就係阿羅漢嘅涅槃啦，好似一個人成功逃出咗呢個嘅火場，喺笪草地上面去休息一樣。而大乘佛教嘅終點咧就係要去成佛，就好似一個人咧唔單止自己係逃出火場，仲要係鍛鍊出強大嘅消防嘅技巧，然之後化身千萬翻返去個火場嗰度去救其他嘅人。總結一下，面對苦難，小乘佛教係教導信徒咧，要透過戒定慧打破無明，打造一艘堅固嘅船仔，等自己可以安然渡過苦海。而大乘佛教咧就教導信徒要有慈悲心，要修練六度波羅蜜，要打造一艘巨大嘅航空母艦，喺狂風巨浪中將嗰啲跌咗落去苦海嘅人呢，一個一個嘅拉上嚟，然後一齊搭住呢一隻航空母艦呢，就去到成佛嘅彼岸。我哋用咗2集嘅時間，盡可能原汁原味咁樣去梳理佛教對於苦難嘅診斷同埋解藥。無論係小乘佛教嘅抽離同埋平靜，定係大乘佛教嘅悲願同埋無私，呢一套發展咗2000幾年嘅思想，確實係為到無數人提供咗面對苦難嘅時候
強大嘅支撐。但係身為基督徒，當我哋將呢一套靠住自己嘅覺悟同埋自我修行嚟去解脫嘅藍圖，同聖經裏頭講到嘅創造、墮落、恩典同埋救贖擺埋一齊對比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兩種信仰喺最底層嘅邏輯上係有截然唔同嘅方向。喺下一集嘅影片，我就會以基督信仰嘅角度嚟同呢一套佛教嘅苦難觀進行深度嘅對話。我哋會一齊討論呢兩者嘅過程，邊一個更加可行？呢兩者嘅結局，邊一個更加吸引？請訂閱 DJ 嘅 D，我哋下次見。